你哋睇，普通嘅濾鏡已經跌爛晒啦，而且完全攞唔到落嚟，唉。而我哋嘅磁吸濾鏡，因為跌落去嘅時候佢就已經彈開，所以唔會對鏡頭造成二次傷害。呢個就係我哋今日要推介嘅產品，佢就係金剛狼原彩磁吸濾鏡。打開裏面係一個灰色嘅收納袋，裏面我哋可以見到嘅係一個內接環、一個偏振鏡、一個 UV 鏡同埋一個濾鏡蓋。我哋先攞出內接環，然後將內接環轉入去裏面。轉好咗之後，我哋可以喺上面加 UV 鏡，再加上濾鏡嘅蓋就可以啦。當然，如果你想用偏振鏡嘅話，可以直接加喺 UV 鏡上面就得啦。而偏振鏡最大嘅作用就係可以令我哋消除物件上面嘅反光。對於人呢種物體上面嘅反光都係完全冇問題嘅。而且卡式呢個套裝，不論係 UV 定係偏振鏡，都採用超低嘅反射鍍膜，將表面嘅反射力控制喺0.1% 嘅超低反射，大大降低咗圓光同埋鬼影。當然，我推薦佢嘅最主要原因都係呢個內接環。呢款內接環喺全球都取得咗多項專利，包括中國、德國、日本、美國同埋英國等。好啦，呢次影片就播放到呢度啦。